各位老友，唔知你哋有冇試過攞台車去車行整好之後，維修嘅地方冇問題喎，但係好快你台車其他地方又出問題呢？結果你繼續去間車行收車，情況又係一樣，收嘅地方冇問題，但係一兩個月之後，其他地方又出問題呢？恭喜你啊，你中咗黑車行嘅招數啦！依家好多車行幫你整好車之後呢，佢又故意整壞你其他零件，咁嘅情況你台車唔會即刻壞㗎，佢可能過咗一個兩個月之後就壞。你壞咗車之後呢，又攞去呢間車行嗰度整，周而復始，呢個就係黑車行最新嘅套路啦。如果你去到一間車行整車，佢收費特別平，老闆又特別好傾嘅，咁你就要注意啦。台車長期去同一間車行整，但係又長期出問題，你就記得要換一間車行啦。如果唔係做咗水魚，你仲當對方係大好人啊！下面同大家講一下修車店嘅常見套路，睇完你修車可以慳翻唔少錢啊！常見嘅5大套路，第一，誇大問題，剎車皮輕輕咁磨損咗就嚇你，要換晒成套剎車系統啊，逼你使冤枉錢。上次我自己一個方向機冇咗少少方向機油啫，佢就叫我成個方向機換晒，好彩我走多咗一間店，另一間店嘅老闆同我講加啲方向機油咁咪得咯，所以我免除咗整個方向機換個幾百蚊。第二，偷換零件，用雜牌副廠件冒充嘅元件收3倍價錢啊！第三，低價陷阱，機油報價200蚊、300蚊，拆開車體突然話機底殼漏油喎，加多2000蚊啦。第四，亂收工時費，求其換個車胎同你講2個鐘喎，收雙倍人工。第五，私吞舊件，拆落嚟嘅電機、3元催化器仲可以賣錢，轉手就賣咗俾工廠。咁樣我哋點樣防止套路呢？大家聽住啦。第一，揀車房要起佢底，正規店佢必定會掛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嘅。如果你係去 4S 店收車呢，你係可以去廠查一下維修記錄嘅。第二，白紙黑字鎖定報價，寫明就算唔簽紙都要口頭叫佢有個承諾，如果你換嘢換零件一定要經過我同意啊。仲有啊，師傅換零件嘅時候最好唔好走開，全程及住拍一下新件編號，舊件可以自己攞翻去賣錢噶。最後同大家講少少維修汽車嘅常識，如果係剎車皮呢，你就睇佢厚度，新件呢基本上係12mm，低於3mm呢就要換噶啦。機油變成黑色唔等於冇效，用試紙滴落去睇睇機油有冇擴散嚟判斷機油嘅好壞。輪胎磨損突出 1.6mm 以上先好換。最後俾啲 tips 大家，如果知道邊度壞咗，先上淘寶睇下價格，去到修車店佢報價仲平過淘寶嘅，一定有鬼啊！如果去大型車行維修，佢裏面係有好多車公仔嘅，你就買包香煙俾師傅，叫佢幫手把關，分分鐘幫你避開5000蚊嘅套路啊！記住啦，黑心車行專呃嗰啲怕麻煩嘅人，你越同佢較真，佢就越唔敢亂嚟。今期我哋就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